鄉親啊，繼續來看世界盃卡球賽前8強的爭霸戰，法國甲摩洛哥再度來對決。頂一屆法國是打敗着摩洛哥，這屆摩洛哥要討回來，特別招聘到18歲新球星布阿迪。講其實哦，布阿迪本地是佇法國的職業隊，是因青年國家隊重點栽培的成員，所以今年的5月轉到摩洛哥。外國媒體講，伊是法國的失落之寶。美國的波士頓熱火穿藍色訓練衫，法國隊員在比戰，氣氛真和諧。當屆球星姆巴佩佮用腳後頂射門頂技術。美國、加拿大甲墨西哥世界盃的8強隊伍全部攏就位。法國要對老對手摩洛哥，西班牙要對紅魔鬼比利時，挪威交手英格蘭。頂一屆的冠軍阿根廷是要對瑞士。摩洛哥更加要趁這場8強戰討回面子。雖然因在頂一屆的世界盃寫下歷史，成做歷史上頭一支打入4強的非洲隊伍，說輸給法國。不過，這屆的摩洛哥有心無氣，和外國媒體評論者是法國的失落之寶。今年18歲的中場新星布阿迪，在法國的職業隊效力，各禮拜代表法國的青年隊出賽。今年3月，閣是法國隊U21的隊長。5月時，煞決定轉國籍加入摩洛哥。頭前5場世界盃的比賽，伊就有4場勝發，對戰巴西，閣有60擺團場成功的戰績，呈現超齡冷靜的能力。Yeah, I'm really proud to play for Morocco. Again, we will give 100% for the next game. 是講 FIFA 執法的安排，也引起着真大討論。這場法國甲摩洛哥的大戰，裁判全部攏是阿根廷人。根據外國媒體報道，這是本屆頭一屆裁判團由單一個國家總包。C'est aussi le jeu, mais je pense que voilà, s'ils sont là, ces arbitres-là, c'est qu'ils sont au niveau de cette compétition et nous, il faut qu'on se concentre sur ce. Donc on va se concentrer sur le Maroc et ce qu'on veut faire, c'est gagner ce match, c'est tout ce qui. 法國球迷甲媒體是煩惱這個執法的安排會助攻阿根廷，也不過球員甲教練攏無放佇心肝內，敢若想要靠實力贏比賽。